就買佢氣氛咯，有一班勁人一齊衝。啲東奮走幾十個400嗰陣時，你知一班人先得㗎。咁留意翻阿陳藝岑啦，咁啊第二線就唔好跑嘅，因為個彎好急。留意啊第五線啦，日本嘅金峰沙希。第三線到嘅中國香港選手鄭智恩。好，咁起步之後呢，就呢個彎位睇下邊個衝咗上去先啦，因為太急嘅話，好似頭先中國隊馮馮聲追咗上去之後散咗，咁喺最外線啦，阿聯酋應該呢就帶甩咗少少嘅，咁印度選手啊第七線啊，咁佢報翻嚟就52秒78嘅，咁佢已經追咗上去啦，烏茲別克啊應該係最外線啊9線啊，係咁帶帶甩咗。咁陳藝岑喺埋邊，睇下可唔可以追翻近少少啦。但係印度先過咗烏茲別克嗰個啦。陳藝岑喺第二線追咗上去噶啦，係睇下可唔可以追翻上去爭翻呢個決賽權。哦，頭先帶出嚟嗰個係菲律賓選手洛迪古斯啊，佢係第8線嘅，但係而家陳藝岑暫時同佢兩個鬥得係相當緊要，但係拉車啊！印度嘅帕卡好輕鬆喎，反而佢睇住佢跑喎，因為係啊，係啊，菲律賓嘅應該係唔好意思啊，第8線啊。咁啊爆咗啦！菲律賓嗰個洛迪古斯，好快啊，好快啊，前面好快。第七線嘅帕卡都可以啊。睇睇鄭智恩呢，就應該係第6左右啦，翻嚟。反而呢，就比較失望係日本選手金峰沙希，佢今年跑過53秒74喎，呢度連第4都好似。第5啊，追唔追到啊？捉唔到應該捉唔到啊。好啦，出咗時間啦，54秒42啊。咁啊。鄭智恩去到第7添啊，臨尾哇會唔會第8添啊？第7啦，啱啱俾人臨尾散啊，爆地啊！陳藝岑就54秒80呢，就佢都今年最好時間㗎啦。菲律賓啊，你唔好話佢散都唔散得晒，都仲捱到個第3，真係前面太快啦，佢實在。鄭智恩係第7啊，7秒89就失望啲啦。見你臨尾都係拉車啦，已經係。咁第4就南韓嘅崔智友，